新闻头起先来看嘉义159县道今仔载是出车祸，有一台要进向游览车无注意头前去撞到头前迄台游览车后斗，弄到真大力，连上头前的一台乌色轿车嘛去互因挤落。这3台车拢总24个人受伤，公路局嘛要求监理所爱派人去游览车公司监督业者改善安全管理。 游览车车头搭伫头前游览车车尾，挡风玻璃碎去。嘉义县159县道16早起晚8点发生连环对撞车祸，伫2台游览车头前的乌色轿车车尾也互弄害。当红灯啊，唔知安怎就绑着就去弄到头前。停的，然后我们在讲话，讲一讲就砰一声，我们就飞出去，就整个人跳起来。 当咧停红灯的乌色轿车后壁游览车龙刷回到路口中央，互车顶的人是心惊胆吓。经过了解，是上后壁游览车因为无注意前车的状况，先弄到同团游览车，因为弄到真大力，搁扫到上头前的轿车。真大力，腰都痛。啊，你要去病院无？我带要去。大批警消伫现场协助处理事故，车祸捌造成后壁游览车的驾驶甲随车小姐受困，因为2台游览车载着为台北路南要去北港朝天宫进香的民众有77人，车祸也造成3台车有24人受伤。那部游览车有司机跟小姐夹住，那我们都已经将他拖过送医。有生命危险吗？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。 救护车将受伤的人送医，好佳在除了游览车驾驶脚甲手受伤，甲随车小姐的枪脚骨头支去，其他乘客拢是轻伤。警方后手会厘清出代志的原因。公路局协部也要求游览车业者爱妥善处理受伤的人就医甲理赔问题，也请客管监理所派人到业者公司查核安全管理，督促业者改善行车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